人體入邊每邊有12條肋骨，但其實12條肋骨咧有真假之分，又點樣分呢？喺人體入邊呢12條肋骨咧，1至7係屬於真肋骨 （true ribs），8至10咧我哋叫做 false ribs，而11至12咧一般我哋都會叫做 floating ribs。先唔好理 floating ribs 先，個分嘅方法咧其實好簡單，就係講緊佢連翻去個胸骨嘅嗰個接駁位嘅軟骨嘅匯聚嗰一點啦。1至7咧其實就係每一條都會有獨立嘅軟骨嘅接駁位連翻去呢一個嘅胸骨嗰度嘅。好似一條 VIP 嘅專屬通道，因為有7條肋骨啦，咁所以我哋有7條專屬通道啦。但係如果我哋講緊8至10咧，就好似我哋過海底隧道揸車嘅時候咧，3線匯聚為一條線，即係話8、9、10分別咧都會有佢哋嘅軟骨啦。但係3條嘅軟骨咧，其實最後會匯聚為一個接駁位落翻去嗰個胸骨嗰度。咁所以咧 ，true ribs 係1至7專屬通道，8至10咧就係false ribs 3線匯聚為一條線，而11至12咧 floating ribs 顧名思義，佢就係冇嘢連住個胸骨啦，咁就會形成咗懸浮嘅肋骨嘅特性啦。